呢度有7個銅錢，同我分2份。每份3個得1個，每份4個撐1個，唔分得每份3個，唔分得每份4個，點分都唔勻。估一個廣東話歇後語。第一個答案：7個銅錢分2份，唔3唔4。第二個答案：7個銅錢分2份，分唔勻。I Cantonese 愛廣東話，粵語保育及傳承。如果覺得內容啱睇嘅，subscribe